放学嘛，他当时等红绿灯呢，然后那个大车右拐，大车比较大，是盲区少视力，他那边全责。我当时在深圳，然后我从广州坐的飞机，当天晚上就回来了。到医院我都见血泡的不能睁眼，就是昏迷那样，硬喊别睡别睡。太严重了，他这个浑身车祸伤、腹部损伤、左半结肠破裂、膀胱破裂、左肾没了，左侧尿管断裂了，下腹壁肌肉撕裂，胸部损伤，双侧血胸，肺挫伤，肋骨骨折，盆骨骨折，头皮血肿，腹腔然后全部积液。当时在枣庄，这不给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是等死刑了。我当时一看不行啊，直接去的济南。RCU 花了100多万，然后他就把命救回来了。肠子切了，当时拿我看了，得有40公分。光植皮就植了得有8次，60万可能都不够。他大小手术做过20几次，我这孩子花了300万了，现在快。这个孩子真是无数次踏进鬼门关。山东那边的医院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能够保住他的命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去年9月，我开始接受孩子泌尿外科的相关治疗，他也算是我的老病人了。情况稳定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输尿管支架管给它拔掉。多少时间了？已经？这快1年了。那么正常的话，这根管子只能放4周到8周，最多就2个月。当时手术抢救的时候，考虑到他这个右肾可能会受到一个损伤，所以呢，放了这样一个管子，一面是放在肾脏里面的，一面放在膀胱里面。当时来讲，这个管子是一个输送尿液把毒素排出去的一个保命管，但是呢，放的时间长了以后，这根管子会出现这种结壳啊，它会附着结石啊，引起感染呐，会变成一个定时炸弹。救命管又变成了一个